咁早晨，早晨，好耐冇見喎。係啊，又同大家介紹風扇呢個芭蕉扇，呢個 F99 139蚊嘅，有3檔風，然之後咧撳實咧佢有一個暴風，超大風嘅，3檔139蚊，有2個色，有白色啦，有紫色，Type C 充電咯，而家係喺呢一盒呢度， F99，仲有呢個都係139蚊，都係有2個色，有黑色啦，有白色，2個都係熊貓特別版。Sorry， 1、2、3、4，暴風，好暴風喎。哎呀，推佢唔到啦，太遠啦。呢個都係暴風嘅，然之後再撳就熄機。呢個咧可以咁摺疊，坐喺個台度。係過頸又得。到呢個掛腰風扇99蚊嘅，有3檔，好簡單就係3檔風，又可以夾喺件衫啦，掛喺條腰啦。3檔99蚊，超大。呢一盒 F118，仲有呢款掛腰風扇。呢款呢就係169蚊嘅，都係咁啦。勁啲喎。係呢款係勁啲嘅，聽下啲聲就知啦，超勁，都係可以坐台又得，夾又得嘅。169蚊，呢個 F128。到呢邊呢個呢就係至靜噶啦，最靜係佢。有5檔風，冇聲嘅呢個，長撳佢呢，變咗綠燈，佢就可以製冷。有2個顏色，有紫色啦，有白色，79蚊嘅呢個盒。到呢個呢款就係69蚊，有2個色，5檔60、80、100。然之後撳一下隔離呢粒掣，綠色燈着咗啦，然之後就可以製冷。呢款呢就係69蚊，超靚仔，超大玩，仲有得顯示。到呢款呢至細嘅，依家就得返白色、綠色2個色，呢個呢都有得顯示。20、40、60、100， 5檔風。呢個呢啲風就好集中嘅，49蚊。掛頸風扇啊，呢個喺呢度開機，1、2、3、4、5， 5檔風。然之後呢就係咁帶住就可以出街啦。呢度仲有得顯示嘅，呢款就超大，39蚊咋，39。到呢度。呢個就79蚊，呢個就6000 mAh 嘅，電量係最長噶啦。撳一下開機，然之後轉呢個碌碌，轉到199係最大。79蚊，有3個色，有紫色啦、灰色啦，仲有個白色。長撳佢就開呢個製冷，79喺呢一盒。到呢個有2款嘅。兩款，一個呢就係冇製冷嘅，就黑色嘅，59蚊。一個呢個冰片就係79蚊嘅，有顯示屏。1、2、3、4， 4檔風，59蚊，可以摺，可以過頸。橙色呢度。呢個呢有製冷喺呢度開，1、2、3、4、5， 5檔風。呢邊呢就開製冷嘅，撳一下佢呢度就可以冰敷。呢個都係可以掛頸，79蚊，2款喺呢度。到呢個呢都係超細版，比呢個仲要細啲嘅。呢個就係59蚊，
開機，長撳3、4、5、6檔風，呢個係6檔風嘅，呢個就有紫色啦、米色啦，仲有一個綠色。啲風咧都係好集中、好大風嘅，59蚊。到呢度，仲有呢個可以夾喺件衫啦，又可以夾喺把遮啦，夾喺張台啦，都得嘅。長撳佢開機，1、2、3、4、5，五檔，你都可以轉呢個碌碌咁開，較大晒風。呢個咧就59蚊嘅，有橙色啦，有白色。長撳熄機，到呢邊呢啲咧就電池，係芭蕉線嘅電池。呢個係165零15蚊，呢個咧係電池盒，2蚊一個，21700嘅電池盒。呢個就係嗰個 F30、F9、19嘅電池叉電器。呢個就係專用嘅電池，39蚊。呢個就係21700嘅電池，29蚊。係啦，仲有頭文字 D 呢個頭文字 D 鎖匙掛鈎，呢度有個板嘅鎖匙掛上去咧，佢呢度就會着燈。2粒電芯啦喺呢度，呢個就5蚊。呢個頭文字 D 就39蚊嘅。負離子空氣淨化機189蚊。睇下點操作先，撳呢邊開機。一開機咧，佢就會自動識別你周邊嘅空氣環境。然之後隔離咧，呢度就可以開，自己手動開。1、2、3，最大咧就係3檔。開到最大咧，佢都係冇咩聲嘅，唔嘈嘅。然之後呢邊開關掣長撳佢，轉咗 O3，就開咗呢個臭氧模式啦，就可以殺菌啊、消毒啊。平時咧打開又可以吸毛啊、除臭啊、去煙味都得嘅。空氣淨化機呢個就189蚊，呢個就係佢個濾芯49蚊嘅。佢跟機咧就呢個暴力風扇，多功能暴力風扇，呢個 F72，長撳佢開機。然之後側邊咧可以較大晒風推上去，可以試下。佢呢個咧就有4個頭嘅，可以吸氣啦、充氣啦、抽氣啦、吸塵，仲有得吸塵嘅。佢入邊仲有一個濾芯，下邊呢度有士啤10蚊雞一個。到呢個就係199蚊嘅，呢個係最勁嘅。呢個就長撳，上下長撳都係開機，上面咧就係慢慢升，下面咧一開就去到100最快。好勁嘅呢款，一鬆手咧就係熄機噶啦。上面呢粒掣咧鬆手佢就唔會熄機，但係佢去到60咧就係最大。開燈，撳一下開燈，有3個燈。然之後熄機咧，撳住下面1、2，熄機199蚊。想問有冇可以做尿袋小型嗰啲吸塵機？喺嗰邊。到呢款呢度，呢個長撳佢轉咗綠色燈咧，佢就係可以開噶啦。轉呢個碌碌，30係最大嘅。呢款佢就有2個頭，一個風扇頭，一個風窗頭，佢都係有燈嘅。呢個撳2下開燈。佢呢款咧同樣都係可以做尿袋嘅。呢個就239，新貨咧就要去收銀攞啦。仲有呢個風扇帽，平時出街啊可以戴喺個頭，喺呢度開。佢有
一照咗光咧，係照光佢就會自動開噶啦，嗱自動着佢就着咗噶啦，有光，太陽能嘅。高科技。係平時咧冇太陽咧就可以喺呢度插電，喺呢度插電，然之後喺呢度開機。3檔冇電唔係冇太陽都可以用嘅。平時你唔中意戴帽咁都得㗎，遮醜。睇呢個49蚊，黑色。早晨，喂，早晨，天口熱喎，哇，熱到死啊！哇，真係出去頂唔順啊，熱到爭啲。喂，嗱，幾種？呢只花椒119，4段風速，有時間制。咁啊，唯獨是啦，係冇搖頭，想要大風啦，呢只可以選擇下嘅嚇。咁啊，2粒電，4400 mAh電，咁用160嘅可以換電嘅嚇，亦都可以插住電線用。好啦，第二隻 F25啊個 model 啊，係 F25啊，119蚊。好啦，第二隻啦，就講緊呢個59蚊嘅雙頭風扇10瓦風扇，可以獨立處理嘅，每個3段風速，但係唯獨是呢個唔可以叉電啊，記住。咁可以點用咧？俾尿袋啦，或者用翻2A5 瓦啦，咁啊直接插落去俾電 OK 嘅。咁如果你係私家車12瓦就 OK 嘅，千祈唔好用24啊。OK，咁啊適宜喺放喺呢個浴室啦、廚房啦或者汽車嗰度嘅。好啦，仲有一把露營線，哇！呢個勁啊，2萬 mAh電139蚊啊。咁啊風速去到100，燈有夜燈嘅。咁同埋有時間制 ，OK，非常之正，仲可以手提係啦，啊，手提同埋有個晾架位嘅，咁啊139蚊啊，呢個帶出去戶外露營一流。好啦，咁呢個啦，座台線擺喺個辦公室啊，或者啲小朋友啊做功課啊，開把風扇吹啊，都幾好嘅。咁4段風速啊，咁搖擺79蚊一把，咁啊兩個顏色，綠色、白色。好啦，仲有呢個 BB 車必備啊！有白色同藍色，69蚊一把，5000 mAh電，4段風速，長按撳搖擺 ，OK，咁啊兩個，呢個有夾啦，同埋座台式都 OK 嘅。咁所有啲風扇刷點樣刷啦？用你一扭一褪出嚟就得㗎啦嚇。OK，好，第三隻冷氣扇，呢個咧就我特別中意嘅，89蚊，咁佢靜啦，同埋打冷氣非常之涼㗎，89蚊，咁都係。長按開機20、40，咁有個 LED 芒俾你睇到嘅，咁去到100，長按撳住搖擺，再撳一下時間，2個鐘、4個鐘、6個鐘 ，OK，有灰色同白色，咁呢個只需要89蚊啫。好啦，咁你話如果再驚話BB 車唔夠風力嘅，唔緊要，我哋仲有把夾扇，亦都可以擺喺廚房洗手間嘅，咁長按撳住。好啦，開機咁扭佢啦。我哋用呢把，我把唔好電。OK，咁我哋扭啦，加速，撳一下就搖擺噶啦。89蚊，有兩個顏色，有灰色同白色噶。咁呢個非常好選擇。如果 BB 車你覺得我把細把唔夠風力，可以用呢把，或者呢個可以夾喺床啦。OK，好，仲有呢個4段風速。咁有45度、90度搖擺，咁同埋仲有一個時間就係1個鐘、4個鐘、8個鐘，咁同埋有一個獨立嘅插電嘅吊袋嘅，咁你可以拎出嚟當吊袋用啦，或者掹咗去直接插電用啦。咁呢個就係1萬 mAh電嘅嚇，咁係1991，咁非常正。仲有一把掛線。係啱啱冇電啦，因為如果用遙控開咧比較會好啲㗎嚇，咁佢有4段風速啦，咁有時間計啦，有夜燈嘅，可以掛嘅嚇。OK，好，個盒就呢個，個盒就呢度，59蚊啫。好，仲有兩樣嘢，吸塵機仔。嗱，咁呢個咧係最高速嘅吸塵機嚟㗎，非常正，119前吸後吹，咁入邊包咩啊？有晒所有配件，後邊俾你吹氣嘅，前面吸嘅，全部齊晒。咁亦都有 filter 賣嘅，10蚊一個喺度。咁呢個只需要119，呢個比較強啲。咁你話如果比較輕強少少嘅，89蚊，放喺私家車都 OK 嘅。我哋吸下側邊啲層位啦。好，咁呢度都係前吸後吹。咁亦都有齊晒所有架撐俾你，89蚊。嗱，咁有兩款任你選擇㗎啦，到時過嚟睇睇啦嚇。
早晨姨，早晨啊，早晨啊！今日5月1號啊，勞動節，我都翻工啊，你哋都唔好懶啊，要出嚟行下啦超值嘅3蚊一包襪，一包襪咧就有6對嘅吓，冇得輸噶啦。啊，一包襪5對，唔係6對啊，5對。咁啊，白色啦、黑色啦，都仲有呢隻款嘅黑色，超抵嘅。佢冇分左右，亦都冇分男女，任何人都啱着。仲有靚靚嘅袋。5蚊一個，冇得輸啊！未買就快啲過嚟啦，好受力嘅呢只係。仲有手套啦，15蚊一盒，100隻嘅，有中碼有大碼。呢度中間位超值嘅，3蚊個網袋，方便你睇到擺啲乜嘢，亦都方便你唔同顏色分別唔同擺嘅嘢。仲有隻細嘅，細嘅都係呢個價錢啊！哦。全部3蚊個，細嘅喺下邊，仲有超值嘅9蚊噶柔順劑，洗衫擺埋落去特別香啊，因為玫瑰味。大笨象12蚊3個，今日做特價。洗衫袋哈哈笑嘅呢個6蚊，冇得輸啊！污糟衫擺晒落去，佢仲有得分格嘅添。咁擺晒落去咧，你拉埋拉鏈咧，就成個抌落去洗得噶啦，好簡單方便。仲有防爆袋呢個，有銀色有黑色，將啲鋰電啊電池擺咗落去，爆炸都唔關你事，唔會影響你噶。呢個超值啊10蚊。嚟到走廊位啦，個閘邊呢度啊，嗱掛鞋嘅掛拖鞋嘅鞋架啦，就呢度啦，5蚊，唔同顏色自己揀。仲有新翻咗一個雪條架，超值啊！咁樣噶個帽係咁樣公仔噶，咁你自己篤翻支棍落去就搞掂啦。啊，每一唔同款嘅喎。咁你自己過嚟揀啦，9蚊，冰條都得嚇。眼鏡盒個板掛咗出嚟，咁樣袋嚟嘅，咁樣扣翻住佢。嗱，咁男士可以勾落個腰 bag 度都得啦。仲有個紙，呢個都係9蚊，紙巾袋、紙巾盒都係9蚊。呢個咁一張張掹出嚟就成盒擺落去得啦。過嚟呢邊，我哋有旅行嘅收納袋啦，呢隻款咁樣掛喺度。嗱，呢個網袋好好用啊！呢隻咁樣好好用啊，真係。咁呢度有拉鏈，又睇到裝啲乜嘢啦，9蚊。浴球啦，啊5蚊。仲有呢個呢隻圓形嘅收納袋，呢個3蚊啊，超值啊！呢個就咁擺晒嘢入去就玩住行得噶啦。仲有太陽帽啦，5蚊。嗱，呢套就抵啦。個料係好靚噶，咁啊4、5條喎，都係20蚊啫。仲有呢個掛鈎吸盤掛鈎啊，樣板係咁樣嘅，咁啊10蚊。仲有呢個啊，超抵用嘅，2蚊一個呢啲收納袋。仲有呢個8葉窗嘅夾，愛嚟咁樣抹嚇。其實係冷氣機嗰啲扇葉都得噶嚇。清潔刷，咁啊有幾個代替嘅俾你，送埋呢幾個代替嘅俾你，5蚊一包啊，超值噶啦呢個。文具部，文具部泥膠12色9蚊，仲有呢個透明袋啊嚇，我話好好裝嘢嘅3蚊，仲有呢隻3蚊嘅嗱，我俾你睇一睇先嚇，3個唔同 size 都係3蚊3蚊3蚊，任你揀啊！超大隻，仲有得俾你寫係擺乜嘢，邊一個嘅嘢，拉鏈係好靚嘅。嗱，呢個你唔買就輸啊，真係。仲有一大沓嘅文件 file A4 size 嘅，都擺得落嘅，5蚊。文件套呢個雙拉鏈嘅 A4 size 都擺得落嘅，5蚊。仲有記帳簿啦，哇，好多顏色喎。咁啊，佢入邊係點樣呢？咁樣嘅，又可以擺嘢啦。攝住啲嘢啦，仲可以寫嘢嘅，自己擺活頁紙都可以，20蚊一本。鉛筆套裝3蚊一 set 啦嚇嗱，擦膠、鉛筆刨筆都俾埋你啊，3蚊。咁啊有咁多個公仔，自己揀啦。仲有水團嘅鉛芯鉛筆5蚊10支，12色嘅蠟筆啦9蚊咋。仲有呢個馬克筆19蚊。2、4、6、8、10 12色啊，再送2支。嗱，冇得輸啊！呢個超好寫噶，10蚊有10支嘅原子筆，藍色、黑色、
紅色都有。仲有呢個 PC9 啦、Melody 啦、Kurumi 啦，呢原心筆套裝9蚊一 set， 原心俾埋你，俾埋擦膠你啊，冇得輸噶啦。我呢個就買咗幾 set 啦，呢個送俾人嘅，呢個可以擦得嘅原子筆，咁佢係有12支，15蚊啫。仲有 Kurumi 嘅原心筆、鉛筆啊，鉛筆套裝8支鉛筆，有鉛筆刨啦，俾埋你噶啦，19蚊。哇！呢個64色嘅可以使嘅馬克筆，你必定要買啦，49蚊，64色。仲有呢個翻咗隻大夾，俾你夾嘢嘅，呢隻3蚊嘅啫，有2隻。好多款嘅喎。仲有呢啲鳳尾夾，你唔想買一盒咁多，買一 set 都得，都係3蚊，2款啫。呢個茉莉花嘅洗頭水，黑色蓋啊，記得嚇，39蚊。咁係大支裝嚟嘅呢個。仲有大支嘅沖涼液，白色頭就係沖涼嘅，都係39蚊。男士嘅沖涼洗面呢個代用裝，你有用開嘅入翻落你自己用開個樽度就得㗎啦。呢個係補充裝20蚊。仲有呢個超抵啊！呢隻呢洗面嘅9蚊一支，冇得輸啦，日本嘢嚟啊！仲有呢個日本嘅護髮素，嗱你有樽就入翻住佢都 OK 嘅，啊呢個補充裝嚟嘅，9蚊嘅啫。仲有呢個白膜啦，10蚊，靚嘢嚟㗎。潤手霜5蚊，今日介紹咁多啦，快啲過嚟啦！小麥哥有好嘢喎。係啊，嗱5·1梗要有啲特別嘢益下顧客先。咁就係咩咧？嗱，啲人成日去旅行啊，成日過嚟躝街啦，冇辦法啦，5·1有假期。呢個有咩好咧？就係啦，一個智能嘅餵食器。咁佢特別在啦，可以用手機遙控啦，或者用藍牙都得嘅，可以定時定候咁出糧俾佢。啊，幾開心咧！聽啲貓奴聽佢出糧都開心啦。呢個入糧喺上面入糧，咁咧就下底個有糧出啦。咁啊用 USB 插嘅，咁佢俾埋個3腳插嚟㗎啦。咁咧佢就呢個咧特別在咧。佢會可以用個手機可以睇到佢裏邊嘅糧食咧仲有幾多，咁咧同埋咧個電量仲有幾多，咁你變咗可以監測到啊夠唔夠糧食咧，或者需唔需要再補給咧成咧，咁有時佢食到唔夠咯，咁啊你又可以餵下多少少嘅，咁啊呢個就好簡單嘅用法，咁啊佢而家呢個特價149蚊嘅啫，咁佢裏邊而家咧都有個說明書咧中英文啊有埋俾你睇㗎啦可以，咁啊教晒你㗎啦，咁啊149快過嚟啊，1樓5號得翻幾部咋？係啊，剩翻唔多啦。